咱非洲的邦交國史瓦蒂尼邀請總統賴清德4月去訪問，外交部當日安排評估。總統會親自跟史瓦蒂尼國王說生日快樂嗎？咱國佇非洲唯一友邦史瓦蒂尼，特別迎來國王恩斯瓦蒂3世的58歲生日，甲加冕40周年慶典。咱國外交部證實，已經受到蘇國政府的邀請，總統賴清德就任到澳洲，佇2024年11月出訪太平洋友邦馬紹爾、圖瓦魯甲帛琉，期間過境美國夏威夷關島。這擺敢是親自出訪中國友邦，真受關注。非常謝謝邀請。那因為這個既定的程序當中，外交部會做充分的評估，那有結果的話，也會再向總統進行報告。咱國家史瓦蒂尼王國自1968年9月7日建國以來，邦期超過50年無當過現任國王。恩斯瓦蒂3世毋但幾啊擺訪問台灣，咱國歷任國家元首李登輝、陳水扁、馬英九到蔡英文，任內也攏親自出訪過。去年中國企業團出開大約42億台票，處理當地興建水壩工程合約，想要透過經濟影響，漸漸滲透史瓦蒂尼政治。那個水壩的計劃，那個是國際的哈，那個是包括國際銀行等等哈，所資助的一個計劃啊，並不會影響我們的邦誼。我常說啊，他們的生日啊，就是我們兩國的結婚紀念日啊。中國想要圖謀這個使國的那個外交啊，是我在做大使的時候就已經開始。當年我去使國上任的時候呢，全非洲大概有7、8個國家跟我們有邦交，到現在只剩下使國，主要是國王對我們台灣的那個認同度了。總統出訪一旦成事，期間敢是可能過境澳洲，將大賽着任正規。雖然不是做被告，也毋過史瓦蒂尼位於南非洲，以往來搶劫也是會以迪杯為主。記者綜合報道。